馬上介紹今天的大來賓，各位熱情的掌聲，一起來歡迎謝雷大哥！哇，歡迎我們的寶島歌王謝雷大哥又來到紅人榜嘍！掌聲歡迎謝雷大哥，謝哥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哥好 ，OK， 弟弟好，哎呀，真的，謝謝哥，謝謝，真的很感動哎哈！這個謝雷大哥一出來就告訴我們，唱歌讓人家永葆青春，真的，應該是哦，是不是哈？哎，今年100幾了。你是說今年是116年啊？對，今年116年。上次來的問話是90幾了，100多。这種事情要問許常德。許常德哦，什麼都知，他什麼都知道。今年100多少了 ？OK， 好。不過特別啦，因為馬上又要開演唱會了。本來我從泰國唱到香港，那想回來就休息了啊，因為在香港跟泰國有跟一個女孩子合作。那個是大家公認的，在泰國叫做泰國的鄧麗君，鄧麗君哎，就網絡上很有名那位哦，對，南嘎拉姆哈，南嘎拉姆，因為他真的很像鄧麗君的，唱歌講話都很像。他沒有來過台灣，他去過很多地方都演唱過了。但是這一次呢，我想說要有這個機會呢，就請他來跟我一起到10月17號到高雄志德堂一起來唱給你們聽，所以各位別忘了是10月份哦，10月17號晚上7點，高雄的志德堂，對不對？好，只有這一場啊！啊，只有一場哦。OK， 那你今天還這樣子播，剛好來灣內很丟哈，可以唱一首嗎？那有一首歌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我跟謝小瑜合唱，那個已經是差不多38年了。哇，謝小瑜已經38年了啊！哎，那個時候他5歲，那這個就是合唱嘛，是啊，我這邊要找一個兒子，好像找不到，幾十年了，第一次這首歌自己一個人唱，哎，所以試試看吶。我們這邊也都小孩，我們也都可以當小孩，真的可以嗎？派誰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這都可以啊。那個心肝乖叫爸爸愛你，爸爸我愛你啊。好了，別鬧場了，我們讓謝雷大哥好好的唱，好，試試看。謝謝，我們歡迎謝雷大哥。路的運命，半暝目屎擔着被單，受着世境，還需要人疼，孤甲艱苦也着行。日頭遐尼大，天氣遐尼熱。爸爸，你敢會水干？提手囡仔來予你試看，大漢我會做好囝，有孝你辛苦甲阮請。袂水干，提手囡仔來予你試看，大漢我會做好囝，有孝你辛苦甲阮請，心肝乖囝，爸爸愛你，爸爸我嘛永遠愛你，心肝乖囝，爸爸愛你，爸爸我嘛永遠愛你，流
謝謝謝哥，謝雷大哥，預祝演唱會大成功。